我哋講練習打八字嘅就係全身運動。但係全身運動咧，唔係俾我哋喺任何時間或者任何空間都唔俾我哋做到嘅喎。咁所以咧，有時我哋想話想喐下，但係唔想做到咁大動作咧，我哋可以講淨係講手嘅八字，單手打八字。嗱，單手打八字咧就可以係逆八字，好似而家我咁打，或者係順八字，手係咁樣打。咁順同埋逆主要咧都係睇下低個圓圈，你捲嘅時候個手嘅動作。換讀呢個打單手打八字咧，其實係喐到手臂啦、手踭啦，同埋手腕，並且手指嘅。咁所以其實成個手嘅動作咧都可以活動到。咁除咗打完呢個右手，係打左手啦，手掌向上，即係打逆八字。手掌向上，嗱你睇下嗰個動作，其實係成隻手個運動都完全係得嘅。手背向上咧就打順八字，順八字，成個手嘅動作都做到啦。咁當然嚟講啦，打完一隻手，亦都可以兩隻手一齊嘅喎，一齊一順一逆，左手順，右手逆，調翻轉頭。調翻轉頭啦，咁呢個咧就係左手逆，右手順，或者係大家都一齊打逆八字，兩隻手都打逆八字，或者係咧兩隻手都一齊打順八字。咁你可以咧單手打嘅時候，等緊車啊，或者係坐喺度悶悶地嘅時候咧，就咁喐下隻手。咁人哋就睇落去唔覺得你喺度做緊咩，知道你喺度做緊操嘅啫，唔會當你咧係傻仔咁嘅。咁所以咧喺等緊車或者係坐緊地鐵，其實都可以做到嘅。咁可以保持任何時間、任何空間，你都可以做到。咁睇到咧個保持住身體嘅有適當嘅運動。咁祝各位身體健康。